新闻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咱台湾防疫警戒为3级降到2级，一寡县市慢慢开放餐厅，会当伫内底食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日就是厅，餐厅的厅。读做厅，这是白音，厅本地意思是讲古早厝，入门正面防晒神明甲祖先的所在，会当讲是上界重要。咱讲大厅、神明厅，另外会客、招待人客的所在，咱讲客厅。办公的所在是办公厅，较早省政府行政机关有财政厅。另外做生意的场所，像咱讲餐厅、表演所在，咱讲音乐厅。这里文音读做厅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大厅，也就是客厅，防晒神明或者是祖先的所在，嘛有人直接讲是厅或者是厅堂。第二个词读做厅头，嘛是大厅的正面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人咧讲，有钱乌龟坐大厅，无钱秀才人人惊。钱毋是万能，也毋过无钱万万不能。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一寡做生意人过去趁钱趁甲满厅头，即马生意拢下。政府赶紧研究疫情过了后相关的纾困办法，来甲大家斗救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听，这是白音，另外文音读做听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